經過咗呢幾個月嘅選舉工程，香港嘅政治文化已經改變咗，社會對於往後嘅特首選舉更加有期盼，更加有要求。市民爭取2012雙普選嘅決心亦都更加堅定。我要多謝呢6個月以嚟一直陪住我走呢一段民主路嘅戰友，尤其是喺咁大嘅政治壓力底下，仍然有咁多選委去提我名同埋投我票。當然，我更加要多謝所有支持我嘅市民。喺呢半年以嚟，我見過唔少嘅市民，亦都聽過佢哋訴說嘅唔同嘅故事，了解咗社會各個階層心目中理想嘅香港係點樣嘅。一齊，我哋一定要制定一啲可以回應市民要求、市民訴求嘅政策，唔會令到生活喺社會陰暗面嘅陰暗角落嘅市民生活冇安全感、冇希望。咁其實總結我過去呢幾個月嘅選舉工程，我今日想同大家講，我有3個結論。第一個結論就係現政府嘅施政同市民期望有好大嘅落差。對於好多迫切嘅問題，政府其實係完全漠視民意嘅，亦都冇回應市民好合情合理嘅要求。我第二個觀察咧，總結咧，就係我哋其實收到5萬個支持有競爭特首選舉同埋2012雙普選嘅簽名。呢啲簽名表達出嚟嘅係香港人唔認命，香港人透過呢啲簽名去講清楚，佢哋係願意見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呢個精神。第3個結論，從社會整體對呢一次特首選舉嘅熱烈嘅討論，2次嘅特首答問會引起嘅社會上嘅迴響，就算大家睇下喺第2次答問會上面，市民提出嘅問題係如何高質素，已經知道其實香港人老早已經預備好去普選㗎啦。2012嘅雙普選係唔可以再拖㗎。咁呢3個結論喺未來嘅日子，我會將佢轉化為一啲行動。第一，呢一次選舉成功凝聚咗嘅社會力量，無論係一啲專業界別同埋社會上方方面面，我哋一定會繼續凝聚呢個力量，發揮呢個平台嘅效果，透過議會嘅制度監察政府，為市民發聲。呢幾個月嚟我提過嘅政綱，無論係清新空氣、15年免費教育、全民退保，我都唔會放棄嘅。我一定會同廣大嘅市民以及呢一個已經建構嘅凝聚嘅平台上面嘅朋友，繼續努力去爭取。第2個行動，我會繼續堅定不移咁樣去同社會各界，我相信民主派嘅朋友亦都會一樣，盡快達至2012雙普選，去落實佢。第3，正如我一早已經同香港市民承諾，我會更加努力去裝備自己，喺2012年捲土重來。今日
呢一個2007年度嘅特首選舉就要落幕啦。不過，其實係標誌住另一個里程嘅新開始。爭取民主嘅漫漫長路唔可以一蹴即就嘅。我喺呢度承諾，我會鍥而不捨，同所有民主派嘅朋友以及廣大嘅市民一齊並肩同行。2012，我哋一定要見到雙普選。多謝各位。